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จังที่ว่าสวาโลทะเลสิกาโลวาลาเตงเวลังเกียวลังแซซูลีเลเมนส์เอติเกตนะเขาจะกว่าก้องลั่นไอ้กวนจะเลยหลักไอ้ห้องบินตั้งลำไซปักเต้งบินกับเอเต้โซว่าก้องตั้งเสียเมียตั้ง就是มากแต่โบกับเกียจีอันจะเอาไป对ไทยลูกอันจะก่อว่าอันจะก่อลูก第几行就是讲ลำเป็น就是讲先生甲学生有当时咱细汉做学生咱要对待先生安怎很多人一般是先生爸母正是先生伫家境所以人都要对待囝儿安怎样唔通加意思所骗话讲伊听讲妈妈无伫特别女有伫伊讲妈妈无伫啦所以你看囝分袂晓讲骗话你分家己会晓讲骗话这是叫做对待囝儿要对待咱的先生要对待翁家顶礼拜我顶过我讲了翁家安怎样对待囝儿第四项就是讲北平你若是讲会晓管北平就是讲啥物咱做人咱定着有这个咱的朋友做人要对待朋友安怎样分讲本是得有这个5项这个5项就咪讲对待朋友呢有这个5项特别我袂听这个5项我有讲我要讲淡薄互人听你啥物事啥物事讲佛讲你就要对待朋友这个5项呢这句话朋友是啥物来不但讲是你知讲这个朋友是好的朋友所以头一项咱要知啥物是好的朋友啥物是无好的朋友我自己我有听特别咱要用经来听所以我常常要讲你看吉祥经不但有讲真正明有一日翁公落来半暝来问佛世尊大这世间安怎要行安怎要对结尾我来真正快乐甲真正大项真正快乐头一句佛讲阿舍瓦那扎巴拉能班迪达能扎舍瓦那这边佛讲啥物那是搞的人今日你来看参朋友是第一要紧你人若是参着唔好的朋友你变无好的人你来参着8分的人你把入10分先跋筊你是跋筊鬼你来啉酒你是啉酒的鬼你若是讲乱做你是乱做的人就是不大讲唔通你参着唔着人来参着唔着人你一世人失败了好的人呢安怎样班底才能扎西湾好的人是咩班底是咩班底是强人啥物是叫做强人伊有经验了的人像咱的出家人伊加入的路伊个毋是家己去想的伊读迄个经明白了伊知讲这个是有影你对落去是10分的圆满所以你对落去是稳好一时过一时好所以这就是我要写几项来听头一项啥物是叫做真正好的朋友很多人家己去想法今日人故事我真正歹的人今日我会变做好是拄到一嘴我拄到一个老阿伯 Mr. Dan 伊有讲我故事我袂晓听甲伊讲几项啦感动着我尔就我听着迄话了我会晓找经来听迄个老阿伯是真正好的人伊点醒互你知毋是讲来大戆去甘要你来大毋知有戆无戆你来大特别要做啥物就要真知啥物事我就做一个啥物事我毋通做迄个所以这个是不大讲到你一个人点醒互你知讲他
虾米是正叫做线路，虾米是正毋是线路。迄个人啊是正最好的朋友。你虾米事？到你对落去，迄个家是你是100%大伫世间，你是快乐的人，因为你无乱做，你做的路，逐项是对的路。第二项，离开了世间，上帝所以你出世做红光，3600万年，你真正快乐。若是搁对甲真正济钱有的人，伊送假释3个月日，你看伊号咩200几块一号，这个号200几块虾米啊？咱们咧200几块啊，逐日回想伫食，逐日伊保持。你会记录啊？逐个一个人伊送假释了啊，一言过一言，伊天顶伫做啊。虾米事？因为90几日啊，若是讲你才送假释3个月日，3个月日一日食。一日保持一到3个月啊，900啊，即99了，所以99的功德，伊毋是讲99参落去才来算数无，一日今日的功德，明仔啊日过，搁一个功德，搁一个功德，搁一个功德，但是你看，逐个送假释啊，大着天顶真正久，因为虾米事啊？直去即个世间直失败的点啥？他那真正济人佫未晓佛理的人佫讲，你原来是下后过，我本要出世做人就顶，也毋通去甲你讲啊，直去人直恶。你看今日的人，咱免讲上济，他那会说囡仔伊人较无效，较虾米？你看即个知，所以不单讲啊，若是一个人会点醒，互你知讲虾米条路，你对迄个人，迄个人是真正好的朋友，后过你就要去好，即时你本是好。即个我讲一条的故事，你看有一日啊，佛成觉悟了，伊行100几手来大伫面那里，大伫即个叫做乐雅园的位。即乐雅园的位啊，伊即教咧5个比丘，当然即个5个啊，一个第一细汉的名阿沙子，即个阿沙子呢。佛伫讲经的时，你听了9点声要去讨食，伊家己一个人抓一个肉去博间去讨食。了佛教的点声有一个咱的萨利布达有个人叫舍利弗，这里伊也未做回向，伊是一个在家人，但伊渐渐去博间去找看，假如有一个人教了，叫我离开这个苦海，伊。找无着佛个，特别看到这个回上面阿三子伫讨食，你看到远远这个人行的路，无相甲人，你看人去讨食，有人抓一个肉，有人挖来挖去，左手正手看来看去，你讲这个人无，你看伊行路啊，伊一步一步，虾米想啊？伊伫行的时啊，伊用伊正念 mindfulness 正骹。倒骹、正骹，伊头7、5、6骹机，伊无硬去看向边这边，伊无。看你这个人行路，庄严。咱伊看伊去讨食，一间一间，伊无讲一间阿摩拉我去讨食，搁一间无女人的厝，伊卖伊去闪搁一间，伊无一间一间伊讨，有女无女伊徛，点一个伊，咱伊看了真正庄严。庄严了就要挖去，伊毋敢挖去，伊看伫讨食的慢，所以看甲伊差不多伊谈了，伊对这个阿沙子，对了啊，这阿沙子讨食了，搞到伫树桩骹，坐落伫树桩骹，就要摕来食，这要摕来食呢，伊家空抓一个草，抓一个茶饼，下一个喙齿签了，要抓一个送的阿沙子，这阿沙子食饱了，伊问阿沙子。伊讲 Reverend， 我看你行的路真正庄严，到底你的心声是最最。这个阿三子把你才讲，伊讲我呢正是一个人讲互我听几句话，了你要叫我听，这个经啊我袂晓听。了舍利弗达讲，你若是袂晓听，加减讲互我听。伊讲的话就是讲什么啊？耶达玛嘿杜巴巴巴瓦
Desang hitu tathagato aha Desang cayo nirodo Ewang wadi mahasamano 这句话伊讲啊，我一个先生一家，拢总会发生有了原因出来。而这个原因呢，伊本家安怎要脱离这个原因，伊本有家。这两句话呢，一听一安呢，一听噗一弹就一个罗汉，就弹就一个罗汉啦。伊虾米是叫做弹就一个罗汉？伊安尼去听啊，系伊要听噗一。谈到这个叫做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 你坐禅甲你谈了啊，你看到啊，你唔是想的咋，你唔是摕来想的，明无如无我无意，你会看到，哎呀，安尼 special 原来世界是安尼样，是正这个啦，才是快乐，伊是赢到立团了，就赢到立团了，在这个是掉落了，这个是掉落。人安尼伊走对去找目镜人，伊讲我找着路了咯，我找着路，人伊话伊去，伊人老人去找佛，你看买来啊，萨利布达蒙个人来见佛的点啥啊？伊逐个观看阿萨基大大陆。阿萨基一个回乡囝尔，你看伊是较捌了，特别这个萨利布达伊是回乡，伊是把这买来做佛的大道地，佛的大道地，搁要看到一个阿萨基，伊来看到伊举手拜，所以伫这边你看伊一点钱啊，今日现在这个回乡讲了，互感动着我的心，今日我看到虾米是跳出苦海，今逐个伊若是去见佛，伊逐个我看阿萨基大大陆，伊若看到阿萨基大天边，伊举手拜，这个就是讲啊，这个萨利布达是一个第一大的道地，你看伊有钱甲搁一个回乡较低过伊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啊，伊来看成你是对咯，若是倒头边你真正惨。阿西瓦那扎巴拉人，你倒头边你看阿加达萨杜昂，前个我有写一本册摩洛哥写，你看，这个人啊，伊是太祖来，你看伊看到，你回想叫做德瓦达就是本是一个回想，变互伊看，抓困的手，伊丢青镜咱怎做？这个回这抓才讲。我是德瓦达达来，我是这个一回乡来，咱做教完甲伊了，这个德瓦达达买来甲伊讲咩？你做了巴西了，你看咩做王？你要听看过咧巴西啊？你老了，你看咩那边做王？你看咩做王？你看，伊讲你做王了，把日你倒卡手啊！我要做佛死了，我要做佛。你看这是惨唔着人，家伊唔着路，慢慢一个囝会使去做阿巴西，有影伊做阿巴西，咱这个这条故事我想我前下久本有讲，所以你看伊做甲伊个巴西了，买来伊未困了才安怎做啊？暗暝才伫行放白门，规暝伫行来行去，安怎做啊？我去做我巴西了，咱。伊知讲，甲我做阿巴西，无眼地嘅伫天台我了，安怎样无人会救我了？所以伫这边话，买来拄着咧牛鬼，咱这牛鬼我才有贴咧经叫做拜公妈的经，这罗古地书就是大陆人若有读着这个拜公妈的经，人听看，安怎人爱惊字，就是要叫，讲若是讲我若是死了，人应该。保持回向好啊！你无听到，我本无听到，会去做着唔着人，做着唔着，想唔着，我来去出世做恶鬼。所以这条经我卖讲，路人捌听了，因为无了讲些人听。所以这个啊，今日人要知，若是一个人啊，安怎要知伊是好的人？伊自己敢要导龙路，你若是失败，伊本导龙路，你若是伫起。好势，伊本是甲你真正好朋友。有个人咧，就甲你做朋友上，你伫大谈大好的时候，你等甲对啦，Mr. 单位，对不对？特别你失败的时，等无看路，所以一个讲，
whether 你伫失败还是你伫幸运时，伊甲你真正平平亲。你欠用伊一下你毋使开喙啦，伊家己来。第三项啊，伊所教你的路是对的路。像讲你若是你趁着一个新妇无好啦，啥物啦，伊可能讲你袂使一下讲你新妇无好，你着安怎做安怎做。伊教人甲了对的路。咱讲无正对，伊来伊言语，伊讲哦，伊教你的路对路个了。第四项啊，你像讲你家伙还是你亲情，伊对待你亲情甲你家伙，伊本斗顾。像讲伊来住你隔壁，你在我 best friend 住伫隔壁，若是差啲拍抢啊，伊住伫隔壁，有个人讲住伫隔壁差拍抢，你点，毋敢，啥物事惊人拖你去做实事。特别若是朋友是朋友啊，你厝若是有影伫乱啊，伊开火啊，伊telephone到 police 啊，咱遐免插阮就走了。所以你看，伊这个正是好的朋友。所以不当讲啊，这个五项你要对朋友，头一项，伊是安尼好的人啊，伊顾你上啊，伊顾伊家己。头一项啊，你看到伊啊，你要看上个一个亲情，气真正远了，把你转来。就对来时，你看到伊啊，对着下晡啦，啊，来南京调，按照你安尼久无来，你虾米无来？所以，到一个人啊，伊若是真正好的朋友啊，应该你真正亲甲伊。欢喜家己，因为伊个人啊，真正爱你好，所以你真正欢喜。来a good relative， 真正好朋友对来，你南京的好事无，安怎样无？头一项你爱大量，所以你食饱未？来我厝食，你无嫌凊彩食满一份袂要紧，我真正欢喜，所以拖来。所以头一项啊，真正大量甲伊朋友。第二项啊。到一个人伊大量伊知愈好啊，伊所讲的话，逐个愈通听，我逐个爱注意这个所讲的话，甜的话，毋袂伤着你的话。你看，伊到伊真正笑你啊，伊真正有礼貌。啥物物件来啦，要偷伊免啦，毒龙啦来啦，将拖伊。所以你偷业啊，真正甜的话、爽的话、好的话。你袂讲起身地养甲伊毋捌安尼样，这第二项。第三项 helping them， 有影若是讲啊，伊有欠用啥物物件，你应该要交骹手要互伊。像伊欠用啥物，你袂车就at the moment 你把你对来呐，你袂车，你摕我的车，你去用啊，不要紧啊。伊无教我用车不咯，你先用我的车，我凊彩去随别顶。所以这第三项，不当讲，应该安尼款的朋友啊，你尽力来交骹手伊 ，help 伊，导拢伊。第四项，伊管理啲。第四项就是啥物啊？你对待伊上啊，你对待你家己，你唔敢伤着你家己，所以你看着伊啊，伤甲你的上久安尼，不应该伤着伊安尼啥物物啊，几粒啊伤不埋。第五项。sincere， 你要讲话甲伊啊，即是即，喏是喏，你无偏来偏去，反来甲反去，你真正老实的人，所以对待朋友是这个五项。若是朋友接受到，哎呀，你甲我对待咯安尼好啊，伊本应该对待你，本是这五项。头一项啊，你若是袂去顾你物件。伊斗顾互你，有当时啊，听讲你会放血，你啥物物件？你物件叫你放血伫下面，哎呀死啦！我袂记啊，那我牵转来互你了，这，所以伊顾斗顾你物件，因为你一般时无小心。第二项啊，你去到你冒险的所在，伊知讲迄个所在是冒险，伊总去找你，这个所在你毋通去，伊顾你安尼。第三项。They are a refuge. They help you. 你伫冒险的点声，也是人伫做乱你，人做甲你真正乱，真正讲，伊逐个我来，啥物事你讲互我听，伊拍算互你。这就是第三、第四项啊。有影一般时你撞无路，伊来
伊家己的工课，伊放下伊大人做甲愈透这个工课了，伊话愈才甘愿这个物件。这是因人者伊无放下愈一人。咱第五项，伊对待你某、你囝、你妈、你爹，伊看本是像甲我家己的亲情的人安尼哦。所以，这个朋友伊。你对待伊这个五项，伊本就对待你这个五项，这个就是讲啊，一个人一关，这个叫做北平。北平是朋友甲朋友的对待。嗰一项啊，他那是第五项。第五项就是讲啊，好讲啊，东南西北咱了了，他那大致这咱的下底甲顶面，他那我讲他那是下底。下底下面讲一个人啊，到伊若是有才调有阿三，还是有古里，还是有查某干，还是有老仔，伊就要对待一个头家要对待古里，伊本就要行这个五项，这个五项就是啥物啊？就是像一个人伫关下底，伊若是请着人，伊要看咧人。越老，了伊会做越济，你唔通讲请着一个老阿伯，突死叫你老阿伯，骨啦，早起骨个暗，这个唔对咯。因阿都我师傅讲啊，你就要好你讲，应该伊会做，你可以做，你唔通看轻伊过头。So assigning work according to his strength 甲伊 wisdom， 伊有地位。这个人是老，但是伊的地位真好哈，你去做别项工，了这个啊老是老，伊无力了，咱可以讲啊，你唔使做虾米，你做忙家里做媒，所以何工照轮何看，对人的回声，甲对人的地位。第二项啊，真正一个人请阿三啊、鼓励也是虾米啊，伊无互人交业食。因为咱今日讲啊，一个人生活无但就一日到5-6块，那是5-6块啊，伊会饲伊一人呢咋？咱来讲早起伊食2块，日头伊食2块，但暗暝佫食2块，哇！假啦，我唔知摊哪价钱，我唔知了，摊哪行情一碗面就这我不唔知了啦。但是你想看，你若是好一个人啊，9日开啊，是差不多。但是真正一个人请阿三请鼓励啊。一日要食6块啊，伊互伊4块，佫2块，你无够是你的事啊！saya tak peduli。所以这个布达讲啊 ，He gives them sufficient food and wages， 工钱爱巴单。假如一请一个鼓励啊，逐日伊就一直不到腰，伊家己本袂饱，这个唔对路了，这个安怎样啊？这个鼓励要叫你做正工伊无啊？无听到伊处理走路在那本下，所以这个讲啊，第2项你要互伊人差不多会生活的物件。第3项，伊人若是破病啊，应该你做一个头家，今日你有一个头家有几人会鼓励甲你啊？应该你看目睭伊破病，你就教伊虾米事家扫，安怎了？你互doctor check看无？虾米事你无去，我无钱，来我出钱互你，我带你去。所以这个啊，伊本身就要顾咧阿三，所以安尼样不得讲是正伊伫顾伊顾伊故意人。第4项啊，有当时做头家人啊，人互伊虾米 special 好的物件，啥人讲长山对来伊炸淡薄长山的物件，头仔唔捌看着，逐人看着目睭金，伊做阿三。咱应该做头家，本着想甲鼓励啊！这个物件伊唔捌看着，无听着伊唔捌担着，我本切一份互伊食，上到我互我囝一地，我本应该互我鼓励一地，所以这个就是叫平等的心，这就是第4项。这个物件是啥物啊？有时食的物件，有时穿的物件，有当时听经的物件本有。你人一般的若是好业，你听经了，你这个阿三真正好。三位我讲你听，阿人就安尼做，伊会接受未接受，你做你责任。你看神伊要听了，别日
你看福建会记咧三马瓦地做阿三年来去听经，要来加解头家了成3个罗汉，所以5个三马瓦地的经会记哦，这让听看5地遐面。咱第5项啊，一般时伊人大日子，啥讲啊？有时啥讲啊？伊一年一到，应该伊要去，像伊亲像5月有红树还是白树，咱伊讨主地啊，应该咱做头家，伊有影有树，咱应该就帮伊去。咱每看你要去啊，咱就去啊。有80类无，有还没无，有时去，假如讲好我主地一日，到你地下类无，地下空，就是咱教伊。holiday 咱应该帮伊去，做每一个佛讲，若是一个人，伊安尼管啊，就是讲一个好的头家，8日伊若伫管了呢，伊8日是教安尼，伊本是真正好的人。按一个阿三，伊看着安尼款的头家，伊本就要答应伊头家，伊要行本就5条路，头一项啊。伊就要知讲，我头家是真正好，到我头家真正好，应该我就要早困起来做工，唔通讲头家起了讲，我阿三哥也袂去，咱做阿三嘛是做鼓励，应该咱起头先，咱要来做工头先，咱头家起来看，我伫做工了。第2项，伊要离开，伊要暗暝要去困的时。咱唔通讲啊，头家还未困，我先去困，做一个话不大解咯。那是一个好的阿三嘛，应该头家你去困，甲了我传我过，咱伊过一个最后较尾第所尾困，伊是伊过。第3项，有的阿三伊一个阿验，迄个阿验，特别佛讲啊，应该安尼款的人啊，头家对待你安尼好啊。你应该啥物物件你唔通阿验，有人互你应该摕来用；，甲无人互你一半项无在做，有些物件有一项呢，伊未分，了伊要用，迄个是耶稣，所以你无应该讲啊，这个我会夹，迄个我会夹，你人会记无？你拜公妈的经你看，伊叫人来煮食，这煮食讲我人做啊，我人是做总铺，我人煮了啥物啊？我人先食饱了再来报事，你会记看人落地狱，了出事做恶鬼，这边你看这不大假，应该人互你食。咱第4项，到头家叫你做的工课，你要做可以圆满，唔通做了2点声啊9点声了，佮计2个字尾，实在我买做了听太点声，头家无伫了，我要走了，这个袂使。所以不大讲啊，伊做伊工课圆满做啊9日，without finding fault， 你袂去嫌伊工课做无了一张。第5项，这个阿三若是搞的人，伊要去别位去本，我的头家是真正好的头家，伊看我像个一个，唔是啥鼓励安尼，看我像个影子安尼样。这边啊，有只了这个5项。头家对鼓励对头家，落来我有讲一条model conversation我有教，这项边就讲啊，一个拜佛的人啊，应该头家甲鼓励是就行安尼咯。那是一个servant啊，伊啊像个先生啊，像个伊囝呢，伊看伊先生甲看伊头家了啊。上家上啊，囝伫看阿爸甲阿妈。第2项啊，伊人讲啊，啥物物件伊人留的物件互我啊，上家伊互甲伊囝了，我后头我是一个阿三，伊本互我安尼样，我本就要栽这个物件。我若是破病，伊顾我上家伊顾伊囝呢。应该那是无人到洗贪肥包后面，甲了伊做好路，所以一个头家敢安尼做啊，就是真正 wonderful 的头家。佛本有讲，甲一个人啊，你无看所以，伊是一个阿三，今日你来告伊安尼啊，
佛有讲一条经，到底一个这台湾暗一个回向，规上古生扑生这一粒米水，生到尾来伊死。你讲最若是高破病人，无论伊是有累也无累，还是伊是回向，还是无回向，愈高以上甲愈高佛安尼啊。所以一个人若是愈人若是讲闲的时，有当时无倒落通去，礼拜日无倒落通去，去倒落礼拜日也一个家沙西，也一个家道囝，毋通家道囝，家道大大几个家道啊！安尼虾米啊？有诶老人愈人去看老人经啊，伊会真假上个好鸟呢。如果就用来安尼伊人几若月日有一正年无人加真假，安尼伊真假说变成好鸟，所以我教几若人，我知古时弥陀时诶，我有教伊人安怎做，伊人去老人经去洗头毛吼，揉诶桌顶吼，即个是假是两项，头一项你无即个我看衰伊人，即个第二项你去救咧老人，无人去。想讲讲好话，甲伊你去坐甲伊讲好话，加伊真假，洗沙洗互伊，上个洗了你再加沙洗互伊，野旧诶破作换伊诶内面落个 ，and then 有时加做阿物件你野出 ，and then 倒包你野去，嗱，即个倒包你走，即个路人做真正好诶物件。真正济人讲有累了过去讲有累都无路用，你老人无兄无弟无囝无儿，你人做安尼，有当时有诶老人讲，唔该你啦，唔该你，是真正好诶物件，人做。你拜节无做虾米去看 TV 做虾米，看了变只做只你人what is you？ 所以一个三因安尼心真正熟诶头家，安尼伊点点想，我名也是故里特别我头家看我像个查某安尼样，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你教我教你，甲我教你了就是讲老人去做好，所以这边咱们知第六项，佛讲顶下底淡仔是头家甲对路财，特别看来讲佫一个顶面关顶面是啥物人就要对待一个出家人，本是就要关一个五项，这个五项是啥物这个五项咱做在家人。咱要看着非常贵，真正济人教唔着路。伊讲你人看着无大迄啦，惨你今日个跋一个食了，所以我先来出家诶时，我逐过去讨食，真正济人推烂我。迄朝诶时人未晓，人想讲哎呀，看着非常衰无大迄骨一条毛纹无，惊我第啥火车路诶，拢总食了。我今日人看我安尼久毋捌听人批烂了，所以他那即个就是教着路人较明白了，毋通讲迷信。伫即边佛经诶在来，不大诶占声，人本是做安尼，伊无讲好诶来吵诶去，但比毋知安怎做来，伊讲做忘水啦，我想是阿甲安尼忘水。安尼伊人讲做回消息，甲了空壳无半项诶人。所以，若是今日女人若是有看到回向，佛经诶在来叫你看到回向是真正好诶回向。佛有教，到你看到你诶心会知，你看好虾米你诶心去接受虾米。你若是看这个回向，伊行路庄严，伊真正好that means 你诶心。真正少，假如来看到伊无好，咱如果相信讲安尼看到是衰，所以你这个是叫做天垃圾了。佛经诶再来讲若是一个人一看到回向，咱一修的情况，今日我才去开门我看到好诶物件，若是有影我安尼精神，
鬼若是伊要出事，伊目睭毋捌听。所以这边人看吉祥间伊有跳落看，那是一个人一看到火烧，伊无讲话，伊讲哎，是真彩去，今日我睇看到一嘴这火烧的鬼，安尼头起，真正细致，真正庄严。如要鬼若是，actually佛经才来讲 ，many aeons 鬼若大劫，如要出事无目睭听的人，所以今日人看有的人啊，10几岁、20几岁，我目睭花雾山关，这个了对滴打落来，安尼你看到无暑假真正济，假如看到好的物件，你应该就要暑假。所以这个他那对5项，一个在家人来看到回想，伊头项啊，伊出了的行动是真正欢喜的行动。你知无？我住伫斯里兰卡的时，我伫做回想的时，你看逐间厝就一家就住伫伊这外面听正就一个西木囝是啊，教育囝，伊讲就踏一块布，这块布是啥物啊？有的人是用 bedsheet 就是啥冚咧冚咧门窗的，有的人伊就啲用一个carpet，了伊下啲面。他们属于下的一个，逐间厝一只就有下，安尼伊来看到回响呢，伊叫回响 ，Please come in, Reverend Sir， 请欢迎先生入来。回响就入来了啊，伊人无一个坐落，伊人徛紧了啊，这查某就摇咧步，厝咧教伊，了回响就坐伫咧教伊。所以人看伊人的礼貌甲咱呢，这是。同斯里兰卡甲了是安尼样，伊即个布是专门伫指接这人出家人，咱伊出落去了会上坐落坐落了才讲话。所以头一项啊，伊的行动真正欢喜，咱伊做的甲伊做的物件有礼貌，出即个布路，才欢迎路，互你坐爽爽。这是 kind acts， 伊所做的行动是真正好。到你心真好，真正少。第2项，你所讲的话有礼貌，咱你看伊人跪落去啊！咱才讲万地好事无，你欠用虾米无？虾米事你好事无？你破命无？你虾米事啊？回笑，伊袂使讲我人坎坷，你虾米药无？我人袂使做安尼，所以我讲你好事无？我人有少咱。所以讲，你好事无，就是要再看你有破病无。And then 教会来讲我好事，然后安怎你来这边下面我要去倒落所以吹讲话、甜的话、爽的话、无伤着人的话，因为你看伊真正有的人，所以你讲话、甜的话，袂伤着人的话。所以第2项啊，头一项是行动伊出了你看了你这人指责我真正。完满，第2项我伊讲话毋捌伤着我，安尼伊几粒伊跪，几粒伊磕头，几粒万地 yes 万地 yes 万地 yes 万地，所以你看伊真有礼貌。第3项，伊所想真正少，这个人真正才气，今日伊咱趁出家，我安尼无趁出家，甲你今日我希望伊慢慢教我。所以我真正少这个回想。第2项伊讲，伊今日你看，伊破病，伊假如唔敢去，伊来找我啲头来，我今日有机会通来保释伊。所以想先靠伊的行动，这个3项对少的原因。所以你人来住伫厝，本是想，你若是对你爸母，还是对你某，还是对你囝，你少，你袂一句讲错话，骂人还是骂人。袂就是袂，所以这边伊教路人就是讲咧，先靠伊爱顾，顾啥物啊？顾这个少唔通互伊走，到咱是唔通互伊走。你所讲的话、甜的话，你所做的物件是真正看了后来真正尊敬我干呢。你所想，你真正爱伊好个了。这是第3项，第4项。He keeps the house open to them。这个人大家看到回笑看
看到回响，有当时拄好要开门啊，看到回响啊。有个人啊，我新出来的时候，我讲我听，我去讨价是看到回响啦，一刀揪刀入就砰门。And then 你囡仔到啲外边，妈妈开咩开咩，妈妈讲，所以啊，我看你讲，看你入来，慢慢入来。啥物事啊？惨歹命，看到回响歹命。我会记我大弟一个啥物战地，唔知迄个3万战地啊。一个功夫查某，我本无咩有听功夫啊，一看到我，好帅！我讲啥物好帅？伊讲，了有媒人伊讲好帅啊！所以这个物件，he keeps the house open。人若是会晓的人啊，看到回响了不要紧啊，欢喜了啊 ，keeps the house open， 请你入来。伊讲我无闲，我要去倒落。所以这个物件，你看到你欢喜，就请入来有。特别有个人啊，伊欢喜了入来，伊天地水果比下面，互你食起也是会食。特别有个人啊，伊看到你啊，伊顶无看，你本袂使死落，伊安怎伊顶无看？你啥物事啊？这个我要讲一条故事。有诶真正巧，你会记啊？萨利布达关着一个老人名那个西娜那个西娜，这老人就看着萨利布达来，佫举一个板要来讨价，and then 伊走入内面，关伊家己关伫长下房，你啥物事啊？伊真正熟回响，特别伊巧甲无半项通好，所以就讲啊，到阮若是叫伊入啊，一后水我本无通好伊啊，所以巧伊卡咩门，萨利布达知讲伊巧甲安尼，所以萨利布达徛嘛了久走，佫加无走久尔，伊佫想讲我来度这个老阿伯，伊佫去。伊本好自己也是个无通食，伊本家己健康慢慢送的门，走去那边偷味，真闹到了。特别有自己就无掂一个人，叫伊去念经，伊是 Brahmin 来，叫伊去念经，到伊去念经了，人互伊一碗的一个糜，这碗的糜有咩啊？有蜜糖。有这个真正济项啊，伊遐真正济项的物件，真正好食的糜啦，像讲真正济料，佫互伊一块布，伊趁着这个物件啦，伊想闹到了，这萨利布达要来讨价，我无半项，我佫健康做咧门砍头尾，所以这个咱袂使讲伊啊，按照你看着我，你条地佫砍门杀起来，伊翘过头。所以这个第三道，伊讲，哎呀，今日我若是有萨利布达来指接我这个，我真正欢喜。所以这边这个笑呢，萨利布达也明知讲，这个老人吹着有物件通好了，萨利布达掉底过，这掉底过呢，佢叫伊无扫了，万地来啊，就伊来了，你看，佢咧糜，互伊规碗的糜，伊倒落去，特别萨利布达知。这碗糜啊，应该我唔通食个了。一般呢，萨利布达用手砸，讲搞了。特别伊讲啊，万弟，今日我就是翘过头，就是讲我未晓保湿。今日我有这碗糜，你互我保湿，互我圆满接受个了。伊倒落个了，佢哋规碗糜。佢一块部分，伊保湿互咱的萨利布达。你保湿落去了，人讲啊，人伫巧的点啥？保湿虾米物件？伊心阿落，我今日摊做 ，wonderful， 特别啦！我今日真正快乐，pop 一死，死了做虾米啊？出事，就我一死来去出事，嗰一个好家人虾米啊？这有惊呢，伊讲咧大波人听，我有惊了。大波人过，这我就在甲你讲啊，做狗日欢喜来，做这无讲我有幸福了，哇，拢种过
搞了食情，还没搞了大。and then 你看伊生囝的时，这个家庭啊，渐渐大日保持实力不大。and then 伊因为接触个实力不大，我要那是我要拄着实力不大，要是拄着实力不大，啪伊来出事，我来查某。在出事的查某呢，伊生囝呢，这个查某渐渐想，我要保持。and then 伊保持啥物啊？想甲伊好实力不大的门。那边有笔啦，有虾米啦，真正这项啊。and 伊本安尼样，做达过这个查某保持是这个特别的 special 的门。and then 渐好安尼，所以看你好虾米，你谈虾米，所以这边有人看人爱保持啥物啊？食清大甲破病，所以这出家人是欠用这个四项食，你人保持食，后过圆满有。特别你看有人圆满是圆满，特别看了啊，设置课本摇路，你看啦，一碗过一碗过食，你看，但相比啊，伊无虾米啥，伊上古讲啊，你只靠摇个安尼，贪食个安尼，所以伊都看伫这边的功德无相，后过出世有累，特别 gastric 胃痛，安尼人伫食是讲啊，你摇路个安尼食个安尼。人食2碗都够伊食3、4碗咯，看啦。所以这边也功德无相，所以人看安怎如何，了你心安怎想。所以我讲逐个家要好啊，未好的时想，你要好虾米？想了欢喜。然有当时我有教，前啊久我讲一句，你人要买时，今日我要保持，唔通讲啊。这个切好啊，嗰啲切好啊，这切好啊，了落再这18块4嘛，18块4，特别要对的是该攞张仓给摕起来，嗰啲攞张仓是主理的，你无买，特别真正济人想讲，我都买安尼济了，大家攞张仓都未好咩？特别伊咁种摕，所以这边也无清气，所以有当时。有人是好食，特别袂使食上饱，食上饱坎坷，还没是食上饱坎坷，你主理都多了包王啊，所以你看完完无够，所以这边啊，本来这个啊，伊来出事了，不要紧啦，7岁呢，伊出家，伊出家了的时话，这个伊咧Brahmin来出家，就家杀得不大家。杀得不大家了，本来7岁啊，无偌久呢，伊成4个罗汉，伊跳出靠海了。所以你看这个物件，有当时人伫跳的时啊，保持才是对咯。有人讲跳了，我买保持啦，愈保持愈跳，这个就是讲你机会愈割出呀。我人无嫌你学虾米物件，我逐个讲因才差不啦赞分 A 啊。still 人讲我买啦，因才差不啦赞，我听因才差不啦赞唔知，我听因才本讲两块银啥啦，买 alright 你买一包那是好嘛 ，and still 我个买，老人公司一包，after all 我人是要食，了买不到药，所以这个就是第4项啊，伊就是讲这个。伊第4项啊，伊 always keep the door open。第5项啊，非常欠用虾米？昨晚我有讲，食清大甲破病你可以药。清你有时加西，有的人无加西，伊人互补是虾米啊？有当时伊人做水满了，有当要去伫大只山也是江的位啊，伊人要长液，伊人做水满长液安尼。大呢大有当时啊，人去厝囝，人爱去互伊人即出家，大只巴只修行，所以这个人爱上这些，所以这个5项就是叫做物质的物件。今日你若是保持，你是这个圆满这个物质的物件你上。咱这出家人到伊若是有接受这个安尼好的人。啲教伊安尼啊，一般要对待这个出家人，这个5项一般就爱教，这虾米啊？渐渐可看这个人，啲教伊的人，你体壳，唔通做恶，
到我那一个好出家人，因为看到他做一个人，真正有信力甲伊啊！这个非常热美，点点要讲，要紧，你直直做好，直直做好。你唔通做恶，头一项，第二项，较咩做好？有的人讲我卖做恶就够了，做好我卖。这个你看故事我咪讲。伊金恶，特别无做好，出事做恶鬼，因为伊无福气的人。假伊若是金恶，如果有做好，法律伊也无话叫做 positive。positive 那面啥？伊有这个福气，通来出事人。人好命人啊，歹命人，对伊迄边伊保持的心清气甲无清气。咱若是靠较清气，伊是爱脱离跳出苦海。这个就是较高。这个是两项了，伊基金恶一项，伊做好一项。咱第三项，这个会上因来看到安尼款的出家啊，这个会上因来看到安尼款的在家人，伊应该真正收这在家人。这个教论来渐渐收这在家人，你注意讲，你做好无？你做好无？你做好无？就这第三项，第四项。伊所教的经啊，伊渐渐要想看，这个人减虾米，这个人减虾米。有的人逐项做这样完全，特别有时减一半项，所以伊会教。伊教的经啊，伊逐过看，这个人减虾米，伊拿起个物件，互伊看到，这个物件啦，如果就该做，所以伊教伊 what he has not heard， 这是第四项。咱第五项。伊所教的路啊，看你会跳出苦海未？伊教你会跳出苦海路。假如看你是未，你是家己做你，你家己做你啊！我要叫你讲啊，脱离啊，离开这个六根的享受。我看你未，做你教伊啊咩？你应该要听，会使听，特别这半项你做，所以我教你这几项的路，稳死了，你离开世间。去出世天顶，所以伊所爱的物件，爱一个人好，所以这个今日人看，那是一个人，伊若是渐渐有安尼样去做啊，伊就是讲啊，伊对台地出家人是真大的才气啊！伊了这在家人，这出家人呢，这对台伊本是啊，这你过我过你。所以今日人不道讲啊，今日我讲一个叫做六方面的经，你人会记啊，头一项是当兵，就是囝要对待爸母，爸母要对待囝，这4条对了。第二项，学生要对待先生，先生要对待学生，这个是男兵。咱对西兵啊，某要对待大部人，大部人要对待某。你人来以后做这个物件，你人唔使讲，渐讲，直直做好拼，你是真是好的人，你把日不是天顶的人。第4项，听大妈我讲，朋友甲朋友要对待，你对待我安怎，我对待你安怎。第5项，头家甲顾里，你就要对待安怎样。第6项，这个。出家人甲这个在家人，你就要安怎对待来对待去？这个就是叫做啊，有这个六方面的礼貌。咱落来，不过讲这条诗，这条诗，这个诗有写3、4段。头一项讲来是这世间人无了这个诗好款的物件，这个世界爱黑暗。头一项就是讲啊，爸母失败，所以这边不得讲啊。头一项啊，人要讲话要用啥讲？I full of gentleness 是咩啊？一个人真正斯文的人，无讲话大抛客，伤人敌人无。头一项伊就爱真正斯文，第2项啊。伊爱做虾米物件，伊爱想虾米应该就做，虾米无应该就做2项。第3项，伊爱有戒，第4项，伊爱有无大业，
讲话真正细致的人 ，and then 伊真正好家事，你来讲虾米啦？伊知讲你讲的话对呢，伊甲你真正好，伊讲是好的人。这是头一条诗，我未晓翻译甲互你有听，但是你来写阿摩字啊，伊跳你真正明。爱有了书文，爱有了啊，才有界，爱有了地位，爱啥无大业。了，伊真正好家事，你教伊虾米物件？伊讲哈，我知你讲安尼对，这个我对你咯。这是头一条诗，第二条诗啊，嗰一种的人啊，伊逐过早起，伊真正无讲笨蛋筋的人，正骨力的人。第三项啊，伊若是对这个世间法。有了这个八方，有时贪，有时了，有时人累，有时人有路，有时人对自运的大红，有时自运的失败，and then 有当时你名声，你虾米个了真黑，真黑暗，这个叫做八方，那是有了在。伊无讲了的时，伊啼口，还是要去自杀，伊无安尼物件。安尼伊若是贪不好，伊垃圾无讲大欢喜过头，伊知讲这个是对因果。and 这个八方伊原在想象，and then 伊所做的物件未做错的，伊食得过，伊真正注意，虾米是应该叫做道德，虾米伊叫做无道德。and then 这个。安尼款的人，这个是第二条诗，伊讲啊，安尼款的人就是好的人。第三款好的人是啥物啊？这个人啊，伊对待朋友啊，真正欢迎。安尼你来知路好啊，伊真正对待路真正特别。伊来知路唔好啊，伊无得失路，伊知。特别路好甲伊本好甲路，伊无讲常去找路去安尼。所以也要知，也要分开。第三项啊，伊所用的话，你看不到渐渐烦恼。人是这个关系心啊，伊所讲的话，甜的话，未伤到人的话，讲到未来比关系了的话，这个人啊，伊去到咯，伊唔捌讲错话，唔捌讲理人骂人，伊的话你听好啊。那是大安尼款的隔壁的人啊，你唔使开咧 radio， 你听隔壁讲话你看darling喂，囝喂，爸爸喂，妈妈喂，安尼你知啊，伊是 always sweet gentle hearts， 伊的心真正大量。伊若是有趁着钱，伊想甲伊的爸母，伊想甲伊的某甲伊的囝，但过村啊，伊顾伊家己，过村伊顾伊的朋友，好的朋友。